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花季列网络好厝边。然后刚刚莫非在跟我分享，他收到梅花糖很开心，我现在很羡慕。好，很快乐，收到梅花糖很快乐。我应该是不够红，所以都没收到，太难过。什么？那可以骂火蛇吗？是怎样？可以啊，你们要骂随便骂，你们可以投梅花糖，我 OK 哦。你们还可以把我送去避难所，我 OK 哦。哇，送避难所也太严重了吧？不要啦！啊，感觉没上过避难所就有一种自己不够红的感觉。好像是哎、可能我好像是个性扭曲哎、吧。价值观不太对。对啊。好，那坏掉，整个坏掉。我们还是请莫非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啊，大家晚安，欢迎来到，这个算深夜杂谈吧？欢迎来到深夜杂谈，这里是墨菲定律。哦，你平常大家晚讲是这个样安，第一次子出现在火蛇的台啦。啊？第一次吗？之前划龙舟的时候。对啊，可是那比较像是朋友一起玩的感觉。哦，不是这种一对一认真聊天哎呀，啊，的确，对，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也是第一次跟莫非认真聊天，有点紧真的张，哎，不要我好怕被救骂哦。命！没有啦，不没有啦，可能，应该不会吧？不可能哎！好，那我们来跟大家打招呼吧。伊藤绿茶晚好安，啊，君莫晚安，还有我的猫猫最可爱的跟狸猫宝贝晚安，你们好啊！晚安，晚安，晚安晚安。耶、那我们来转盘吧。好啊，怎么有人没问题说第一次要被墨菲骂，好紧张哦？这个要收钱吧？来，现在大家懂内真的假的？火车台，现在火车台，火车有开绿箭吗？有啊，所以是我赚钱，然后你骂人哦。那是当然没问题的吧？哇，这太剥削来宾了吧？不会不会，哇，是我们哎跟呦我看到了晚安。这题好辛辣哦，第一题就这样吗？哦，我现在在蕊那个题目的时候，我看到这一题有一点点，这应该可以是当辩论题目哎。有点像哦，有点像。虽然我对啊，就是正反两方。的确，虽然我没有做好任何要跟来宾辩论的准备，但是也是有可能会变成辩论。我没有要辩论啦，其实我超级不会辩论，我也是哦，我只会骂人。超级不会。哦，对，我只会骂人。我觉得骂人跟辩论不太一样，骂人好像比较容易耶。辩论你要主张自己的论点观点，然后去用这个角度去看待一整件事情，再加上你自己的想法，然后试图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但骂人就是你听我骂就对了。对，而且我发现网络上有一些人没有办完全不一样法跟他辩论，因为他听不懂。对，他听不懂，你还要顾及对方的智商，这实在有点太困难。现在就开始了。对，有些人没办法跟他辩论，只能骂他。对，你就听我骂就对了，不要废话这么多。哇，好耶！等一下，完蛋了，火蛇！等一下这边的观众每一个人都没有要去看，都没有要订阅我的推群，每个人都不敢。啊，我觉得他们喜欢呢。一说出来就怕被骂，这样。哦，但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喜欢，可能因为我跟我的很多观众有一些想法都蛮接近的，然后我偶尔也会痛骂一下众生，他们也蛮爱听的。对，我想他们也会喜欢相当特莫非别。因为我不是骂他们啊，相当特别，各位。骂一些大家都看不惯的，然后就觉得哇好棒哦，我也想骂。啊可能会有这个感觉。可以。对，所以我也蛮爱看你发的推特，也是因为这样子。怎么办？我现在那个我的推特名字后面应该要写了干掉戏。看给游戏吗？这也没有不行。
不行，我觉得干屌戏太难听了。我想一下比较好听一点的说法。时事评论系，时事评论系，好像没有要评论的，我觉得只是要骂人。会收到超多，对，只是要骂人而已，完全没有要评论。我们看一下题目哦。好，你认为 OnlyFans 之类的平台是父权还是剥削？父权还是剥削？我觉得 OnlyFans 因为它不是强制性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像剥削。好像有道理。因为它不是强制每一个人都要去经营嘛，它是你想要做你再去做，所以它比较像是赋予你一个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示众的管道。它提供一个选择，对，提供一个选择，就像我们现在会选，可能有人会选择在图奇开台，有人会选择在 YouTube 开台。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但不代表是，应该说这对我来讲比较像是你决定在这边经营，而不是别人强迫你在这边做事。有道理，有道理。对，因为我自己觉得剥削比较像是我强压你在这边，然后不准你去做其他事情，这比较像是剥削你的金钱，剥削你的劳力，剥削你的心神之类的这种东西。但 OnlyFans 应该不是吧？应该正常状态下应该不是。对啊，正常状态下，除非像那种就是真的很非法经营的那种 OnlyFans， 那个另当别论。可是，在我们一般认为的 OnlyFans， 应该是选择性的去做，而不是强迫你去做。所以我觉得像父权吧。我说觉得呢？我本来没有太多想法，不过我想，如果平台是可以确保，当然平台上的政策可能要提供一些，如果大家看得出它是违背当事人意愿的经营的话，应该要提供一些检举或者是处理的管道。如果这个部分有安全上有确保到的话，就没什么好担心它会不会是剥削的吧。好像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对呀。因为像有一些我不知道火车知不知道，像很久也不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很久之前，但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在炒韩国那边的吃播 YouTuber，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我好像不知道。之前就有在炒，韩国吃播 YouTuber 是被自己的另外一半强迫吃东西，因为那个应该说他本来就是在做吃播的这个主题，然后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支持跟喜欢，所以他可能频道越做越大。但当时他的另外一半就强迫他去吃东西，或者是强迫他把他赚到的钱给自己用，这样。所以当时真有蛮吵了蛮大一阵子的，而且那个女生还来过台湾吃鼎泰丰。谢谢她喜欢台湾。对啊，她还来台湾吃过。对，可是那时候一直就是我是刚看完她就是她来台湾吃鼎泰丰的那一集之后才发现她在来台湾之前有发生过那样子的事情。我说哈，天哪！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光鲜亮丽的背后，真的都是不一定每一个都是漂亮的过程对呀，说不定关台之后都躲起来偷哭。对啊，就像我没有又乱讲话了，又乱讲话。不过我觉得你举这个例子很好，就是像吃播这种，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种案例的话，我们好像也通常不会说是 YouTube 这个平台的问题嘛，因为实际上有问题的是那个逼他吃东西的另一半。对。OK。可是就是之后就是有观众发现，好像是有观众发现他好像有很长一阵子没有，因为他好像有出来解释一些
状态，就是他那时候的个人状态。然后也有观众发现他好像有哪边不太对。之前也有在国外看过有一个女生也是吃播的，有个女生，然后她好像在吃东西的同时，背后就有声音叫说赶快吃。哇，天哪！就是叫她一直吃东西，可是是男生的声音。哇，这蛮恐怖的。我就觉得好可怕，对，好可怕。先不论这个声音到底是人还是啊，但那时候就觉得，不对，这不对，而且很多人都会因为吃播这种东西，大家要看的是你真的吃进去嘛。可是以前就是之前也是韩国那边，他们就有发现，主播们都是吃咬一咬之后剪辑，把它吐掉，然后再吃。的确。就当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进到胃里面的，然后可是就是制造假象，让大家觉得好像他都把它吃光了这样子。我觉得天哪，这产业超级竞争，就只是光吃东西而已。也要这样哦。对啊，也要这样哦。对，好可怕。这个我就有听说了，对啊。OK， 那我觉得我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平台本身是没有原罪，问题是如果有人使用的方式有问题，那就检讨那个人。对，没错，检讨他，抓过来骂。太好了，又可以抓过来骂。那我来抓个留言好了，没有要抓来骂，但是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聊一下。伊藤绿茶这边提到的就是女性接触，我看一下啊，某一些人会说，就是有史以来的艺术史都是对女性的剥削，就是女性不应该在任何的虚拟创作中被画的性感来满足那个男性创作者或是观众的欲望。这个有时候会被说是物化的行为吗？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还蛮想问问看你有没有什么看法。你说女性化的性感火辣吗？这不就跟你之前那个你的题目里面有一题也是一样啊？就是对于还蛮相像的，就是题目是写对于新闻描写女性的外貌吗？还是什么？我看一下，我直接把题目找出来好了，直接强迫中奖啊！找到了。你觉得主流媒体我想这个媒体可能不只是新闻。等一下，我自己挡住。对，我想媒体可能不只是新闻，可能包含各种影视作品之类的都算。是。对。我觉得这个这可以说吗？因为台湾是父权社会下的转变啊。对，现在只是因为女权像抬头吗？就比较像是已经没有，对，比较有意识了，就不再像是以前是一定要裹小脚，走路歪歪扭扭的才会是漂亮这种超级可怕的扭曲的刻板印象。因为以前的那个生活我们没有经历过嘛，但你可能曾经翻过历史，或者是看过相关的，无论是访问也好，或者是纪录片也好，你都会觉得这到底是什么扭曲的观念？可是就像现在一样啊，我们在所有的无论是新闻或者是任何杂志也好，或者是报纸也好，媒体也好，就任何的你说的媒体，这上面就是刊登在上面的东西，永远都会是以女性的外貌，再加上身材，或者是各种可以形容女性的名词去主导这件事情是为什么？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件事情的主轴并不是因为女生多好看或是多不好看而导致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要 focus 的应该是这件事情的发生，而不是这个女生多好看。但是新闻永远都会先以女生多好看，就不论是那什么女大生正妹，还是什么
什么火辣 OL 什么鬼的，我就想说，可不可以 focus 在这件事情的主轴，就是现在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懂了。应该不是要我点进这个应该不是要我点进这个报道，然后看这个女生多漂亮吧？我觉得这种标题真的超多的，多到我觉得有够弱智的，就是真的很可怕。但你会发现，所有的媒体下标永远都这样下。对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我们再怎么痛骂，无论我们再怎么反对，跟女性相关的任何标题永远都是这样。它改不掉。然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下正常的标题，不会有人要看。是没错，就是因为毕竟有这种意思的人，其实可能不是大众，可能不是他主要的受众。对，因为主要的受众自己，你不用看这些报道，你也会去知道这整件事情是为什么嘛。可是当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这种耸动，我就是想要点进去看这个女生多正，然后才会被性侵，或者是这个女生多正，然后才会被酒后捡尸什么鬼的。我就想说，如果你们真的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认识女生的话，那你真的是一辈子 Q 港。是的，你们真的活该，好不好？你们真的是活该，一辈子只能活在网络上面 Q 港。的确。对啊，如果你要，我就觉得真是算了，但是我觉得改不掉，这个真的完全改不掉。我还蛮同意伊藤绿茶说的，就是民智不开。对，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思考能力，可能就会觉得这种标题不是很适当。不是很适当啊，因为他对于那个内容完全没有任何摘要。没错，你可以跟我说捷运杀人就好，为什么你要说捷运砍伤正妹？正妹是重点吗？对啊，是怎样？所以丑男可以被砍没关系哦。对啊，所以阿普被砍没关系，壮汉被砍没关系，正妹被砍才有关系。对啊，就是很瞎。什么意思？哇，我觉得甚至不一定写到正妹不正妹，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标题就会很喜欢讲什么女驾驶冲撞什么，我就想说靠腰，那个是不是女生好像也不是重点，就硬要写一个女驾驶。那男生的时候你有写男驾驶吗？没有啊，没有啊，是怎样啊？什么都要什么女教师怎么样？对，我想说女教师是怎样？你一辈子生活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女老师哦？真的。然后这记者是这样，人生缺乏什么吗？哇，虽然有点唐突，但是我想起了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笑话。你说这个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说为什么好像有时候我们发现那个男生的平均收入可能比女生高，那当然是因为男生会选择一些好赚的职业啊，比如说工程师或是医师，那女生就会选择女工程师或是女医师。好靠北的笑话。对，很臭超臭，但我觉得真的反映出就是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会预设医师就是男生，然后女医师就要加一个女，就想说是为何？真的是为何？然后护理师就不能有男的？对啊，超怪，就什么意思？民智未开啊！美术老师就不能有男的？对啊，你装那些开画展的画家都假的就对了。对啊，之前不是还有那个《钢之炼金术师》的作者，也是因为不希望观众看到名字知道她是女生，所以就用了一个比较阳刚的笔名。就蛮不进步的啦。对啊，就是觉得，我就会觉得，唉，突然叹气，就会觉得我因为很像在这个就很像在这个社会上，女性是原罪，你知道吗？啊，有听说，对，的确，很多时候。对啊，很像这个样子，对，就是并不是我们觉得女生该怎么样，而且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身为女生真的很可怜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宝
生活百货买东西的时候，就看到一位妈妈，她有2个女孩，就她有2个小女孩，她有2个女儿，然后她还有当时是跟她的丈夫一起来买东西，然后当下可能是因为这位妈妈忘记带生理用品，所以他们去保养买，结果他们去保养买的时候，买完之后。这件事情我还是可以跟大家 complain 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店员都要问说需不需要纸袋。哦，的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如果在场观众有人是女性的话，你可能去任何药局或是便利商店买卫生棉的时候，他会问你说要不要纸袋。顺带一提，男生也可以买卫生棉哦。男生也可以用哦。不是，我是说可以买给另一半啊，也可以用啦，也可以用啦，也可以用。这个很好，好不好？那男生什么时候用？推荐大家，夏天。哦，可以防止那个吗？吸汗的时候。对。我没想过。对。如果各位在场的男性有机会，你们可以试试看。我个人是觉得好像还蛮有道理的。但因为我本身就会用，所以我不确定各位男性用起来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但。搞不好你们一试成主顾啊，好不好？好，有男性观众用用看，再来跟我报告，谢谢。好，然后话题跳回来，那个时候这个妈妈就说她有纸袋，然后那个店员就因为他们纸袋只有一种尺寸，然后发现那个卫生棉装不进去，然后那个女生可能就有点觉得装不进去，你还问我要不要，然后就可能就有点烦躁的话，可能就有点烦躁嘛，然后你就走了。然后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我没有要指责他的教导方式，但我心里的想法就是，你的女儿会在潜移默化之下知道。买卫生棉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它需要用纸袋来包装。我当下心里的感想就是，不用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我不知道各位在座有没有女性观众，但你们以前可能无论是在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你们在所有的就学过程当中，如果你们是男女混校的话，你们可能会遮遮掩掩的拿卫生棉去洗手间，但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需要遮遮掩掩的事。的确。对啊，除非你的健教课完全没有学到女生有月经这件事情，不然你就应该知道，女生到了年纪的那个青春期一来，她就是会有月经的出现，这是完全正常而且完全平凡的事情。没有人应该要再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你的生理转变了那你有月经了耶，怎么样？这个完全不用会是一个需要被特别对待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生理现象啊，难不成我在看到你勃起的时候，我要说，你勃起了，好好笑？不会吧？完蛋了，我那个性格扭曲的一面又要出现了。我觉得下次应该试试看，让大家感受痛苦。真的，快吱喳笑。而且，没事，我就是不懂，而且当下我看到这个妈妈，就是会觉得没有纸袋帮她把卫生棉包起来的这个烦躁的心情，我看到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难过，因为这代表你会潜移默化的教导你的小孩说，你们去外面卫生棉不能外露，或者是你们去外面买卫生棉的时候，一定要跟店员拿纸袋，或者是你一定要拿袋子装着。可是我之前在公司忘记带的时候，我就直接走到隔壁药局，然后买了，我就直接抱着回去。我完全不 care 路上的人怎么看我，因为女生买这个东西非常正常啊。我还要再次宣导一次，男生买这个东西也很正常。无论你今天是要自己用，或是你要买给你的另外一半，都很正常。所以千万不要再把卫生棉当做，就算你今天拿着保险套在外面走，我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有道理。卫生棉为什么要被？对啊，为什么卫生棉就要被当成是一个不能被外露的东西嘞？的确，对吧？
就算你今天是哪一个男生或者女生，你拿着一个飞机杯走在路上，我也不会怎么样啊。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应该要开放到，只要你不是有爱风化或是有爱观瞻，拿着什么东西走在路上都没关系。的确，对呀。哇，我刚等一下，资讯量有点多，我消化一下。没有啦，我刚好的听到一点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提到，你看到这种现象，就是他可能在复制一些旧观念，潜移默化的复制给他的后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难过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好像有个词叫什么“知识的诅咒”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用的，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多的人，很常会在日常生活中因为这种事感到痛苦。真的，对啊，比如说很多长辈或是可能同辈，他们会习惯讲大陆不讲中国这种事情，我每次听到都会觉得，就很不公平啊！为什么知道比较多的人负责痛苦啊？是怎样？对啊，负责痛苦，为什么？对啊，可是我现在只要提到，就是只要有朋友提到大陆，就说你是讲美国大陆还是法国大陆？是还是南极大陆？你是讲美洲大陆？对，你是讲北极大陆还是南极大陆？你讲哪个大陆啊？我不知道，你再说一次。我觉得很有用很有用就多用几次，他们就会。我要他去思考，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你要用对名词。直接把它训练。对啊，训练的过程嘛，大家都训练过啊。的确，哇，伊藤绿茶好狠，直接硬跟他聊非洲大陆，直到他发现你们在聊不同的东西吗？这好像不错哦。真的我看对，我觉得可以哦。他跟你讲，他跟你讲大陆的时候说，你有去过大陆？我也超想去的。我跟你讲，上次我在那个我看影片，有人坐越野车在里面看长崎鹿在跑还有另一个大陆我也很想去好像有什么温蒂汉堡，好像很好吃。好快乐，好学会了，我要学起来，我一定要学起来。上次好像也有人发推特嘛，说什么去内地很高兴，就是什么内地好棒，有对，内地好棒。我就说内地你去过？我不知道，我还没去过你觉得南投有什么好玩的啊？对啊，超爽的。快乐。哇！有人想问你有没有开放抖内问问题其实好像也可以开放抖内问问题，抖给火蛇啊，抖给火蛇，然后他来问我。我们下播后再分章。不用好不好？真的吗？真的，我又蹭到了。好，开放抖内问问题。开放抖内问问题啊，先给火蛇就好，给火蛇就好。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不会。那我也来讲一下我想到的，就是主流媒体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有什么待改进的地方。但我想到的是，我觉得有在改进的，对，就是有在改，没错。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莫名的刚好记得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看14好像2吗？反正里面有一个配角是女性英雄，然后她就是有一些打斗的画面，然后她是有露出腋下的，然后她的腋毛是一个就是自由生长的状态，对，然后我就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有稍微 Google 一下，我就想说奇怪，就是在我印象中，这种主流大片就是通常会怎么讲呢？就是强迫。对，虽然我觉得不是对的，但是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期待或是预期，在就是大部分的电影里面看到女生的腋毛是被剃掉的，或是没有它的存在。对，然后我就想说，我看错了吗？是我有幻觉是不是？我还 Google 一下，结果就发现有很多网友，就是欧美网友，就对这件事情还有点不满，就是想说，就讲说什么不好看什么，我觉得有点靠腰啊，这不是重点。但我觉得好像代表有在稍微进步啦，就是毕竟其实有在稍微进步了。对啊，就是体毛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正常会有的，不管你是好鼻毛男生女生都可以处理一下，但是
腿毛或腋毛，我觉得还蛮啊，不是啊，它就存在没？你想怎样？它就存在呀。对对对，你这样讲让我突然想到，我在好久就是前一阵子的时候，我 follow 的会师，他说他在网络社群平台上面发现有男性在崩溃，女性的脸上有毛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脸上有毛不行哦，那没毛的也不要了，是不是？不是，他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你们没有发现过自己的脸上其实是有毛的吗？你说除了我知道，除了胡子、眉毛、睫毛之外，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毛妹。对，它是覆盖在你整张脸上的，然后就有男性在崩溃这件事情。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不然班明是班 gay 哦。对啊，真的，他可能不知道班明是在干嘛啦。班明就是玩你脸上那些小小细细的毛，不然他抓着2条线在你脸上抓，他什么意思啊？做法哦，蛮好笑的。超好笑，这个很好笑。我第一次看到有男性在崩溃这件事情，我想说这不是基本常识吗？不是啊，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接受女性脸上有毛，那他一定可以接受男性脸上有毛，他可以去找个男生在一起，这样没意见了吧？超好笑！我想说这样你也不行，那你活该一辈子啊，活该一辈子。不是我们脸上除了有毛之外，还有一些小螨虫，大家知道吗？对啊，可能没有人想知道，但是真的有哦。此时此刻我脸上就有一堆。真的有。对，那个是正常的，还好我们看不到，它会在你脸上便便哦。下次谁在那边崩溃，女生脸上有毛，你就跟他说你脸上有虫，火蛇又可以多活1天啦！哇，真的抖内，我的天，谢谢，赚烂了，赚烂了。哦，感谢伊藤绿茶抖内的300块，不过他说这边打字会塞不下，所以他要打在聊天室。那我们等一下，等他打一下。好啊，可以。的确，知道是知道，但是不是很想被提醒。哇！对啊，超好笑。哇！不过我稍微回去剪一下一个蛮久之前的留言，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也是伊藤绿茶提供的。他举例说，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看到墨菲现在的穿着觉得很性感，那这算一种男性凝视吗？男性凝视？对。男性凝视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其实也没有很熟悉这个词，我看一下。就是指在视觉艺术中，以男性异性恋的角度来描绘女性，然后可能是有取悦异性恋男性的意图男性凝视是这个意思。希望我没有误用。我看到伊藤绿茶的留言了。没错。他说，某一派女权人士会坚持有史以来的艺术史皆是对女性的剥削，女性不应在哪怕任何虚拟创作中被画的性感以满足男性创作者观众的欲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性化行为。两位的想法是什么？我们一题题来。也可以啊，我们先从这个。我想一下，不然我先好了。好啊，你先。有史以来的艺术史都是对女性的剥削，我是不太确定，因为我没有很熟悉艺术史。但我认为以前一定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因为毕竟以前的社会中，至少在很多个文化的社会中，女性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或者甚至是没有被当成人的。对，不管是在东边还是西边的地球都有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以前一定有很多是确实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女性在艺术上没有发言权的话，会被剥削是就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可是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女性
如果在一个艺术作品中出现性感形象的女性，她一定是剥削吗？我就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但她会不会有男性凝视的成分在？我觉得可能会有，就是比如说我举极端一点的例子，比如说画色图的绘师，然后都画就是异性恋的色图，然后都是主要呈现的都是女性的身体形象，然后男生不是画面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一定就是男性凝视，没有什么好逃避的，就是。但有不行吗？我觉得没有不行，对，对，只要在过程中没有真的伤害到女性的话就可以，但是如果有就不行。我是这样。对，我跟火车的想法差不多。对，就是因为我也不是读艺术史的人，所以你要说以往的艺术作品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剥削的情况，其实我不太了解。但就像火车刚刚提到，如果画色图的绘师，他们都是，说实话，就是为了满足男性观众。对，不然就不会是以男性的角度去画这张图了。但没有不好，对，但没有不好，因为。不知道可以诚实说，就是如果有人画我色图，我也会很开心啊。我也是，虽然都没有人要画我色图，对，我还可以性转哦。对，有没有人要画我？不性转也可以啦，真的可以。对，真的可以，真的会。欢迎各位绘师。我要超唐突讲一下，欢迎大家。就是你说我前阵子知道了就是有公开在交往的一对 VTuber 情侣，他们有被画官配色图，我好羡慕哦，我觉得不错哎，我觉得这个好文明。好文明，可以。好文明，不是你随便抓2个 VTuber 让他们那样，我觉得不错，是官配好可以好可以是的，都已经公开了，可以了吧？可以啦，都有给那个 hashtag 可以用，那就是可以啊。对啊，那就是可以的。对啊，所以我觉得男性凝视这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你知道，就是必须得承认，有一些作品它就是有这样子的意图存在。我觉得有要承认啊，不承认很可恶。对啊，就是假设你今天就已经做的够明确，就是我已经画出什么样子的很明确的意象了，跟那个画面了，都已经明显的呈现了，然后就说哦，其实我没有啦，我就只是喜欢创作而已。非色情。没有色情就承认没关系。好了啦，世上谁不色？大家都色，好不好？对啊，这是基本生理需求，那正常的。对啊，就没有人说你不对，好不好？承认就承认，好了就好了，一直否认干嘛嘞？有时候否认就很明显，就是那种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也是会有。对啊，你就说哦，没有啦，我没有那个意思，没有，你就是这个意思。没错，你就是那个意思，你没有什么不是那个意思，你就是那个意思。没错。哇，贺宇说的跟我想的差不多啦，就是以艺术史的角度来说的话，的确可能在很多时候、很多作品中都是有剥削的情况，但是你要说全部都吗？就不一定。比如说梵谷画的向日葵，应该是没有啦，就是真的就一盆向日葵。应该是没有剥削到女性，对，可能剥削了向日葵，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没有问过向日葵愿不愿意被画。星空可能也没有被问过啦。对啊，可能觉得太赤裸了，不要一直看我会发光，不想给你看。超好笑。对啊，所以的确，好 ，OK。哇，有人延伸到好多问题。等一下，我好，我们先把那个伊藤绿茶的3段问题先回答完好了。好啊。OK。如果现在墨菲的穿着对他来说，对伊藤绿茶来说很性感的话，现在是一种男性凝视吗？我们刚刚已经学会了男性凝视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好像不是。如果，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你说，你随意。就真的是我好，这个档案反正好算了，不管留不留。我曾经穿了一件，就是我本人我本人穿，就是那时候跟朋友们出去玩，然后我自己觉得那件洋装很漂亮，我就穿着出去了。然后我是赤裸裸的感受到有人盯着我看，对，而且他就是盯着我现在这套衣服最我现在这套衣服最醒目的那边，对，他就是一样盯着那个地方看。我自己的第一个想法是想说，果然男性，你可以说，他说对，人就是视觉动物，这没有办法否认。对，人就是视觉动物。然后我那个时候不会觉得怎么样啦，事后在想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我就是会觉得，人果然是视觉动物我必须得诚实讲，因为我那时候穿的这件洋装走在路上，无论是搭公车、搭捷运，或者是走在路上，你都会看到有人盯着你看，就是你会感受到有人盯着你看啦，对，但就是我就做我自己啊。你想看，你看啊，I don't care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你说性骚扰的定义之中包含其中一项叫做不当凝视，就是如果你没错，的视线只要我感到不舒服，我就可以告你。对，但如果莫非没有感到不舒服，那算你运气好，可以这样说吗？没错，只要我感到不舒服，我就会拿着我的手机对着你拍。请问你在看哪里？然后直接跟你杠起来。这个如果不直接拍，就通常也是举证困难。不过就姑且还是有这个定义的，对，没错，就是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只要别人觉得你是性骚扰，你就是性骚扰。的确，就是辩解没有用，百口莫辩。对，百口莫辩。所以没有说你不能欣赏好看的男性或女性，但请不要过分的直视对方，直到让人家不舒服。没错。对，如果有一样那句，好了就好了，看过好了就好了。不小心瞄一下，赶快装没事，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很不舒服。对，不要一直盯着人家看呢。对，看到人家都觉得怪怪不舒服了，你还要看，那就是你活该。对，那就真的活该。对，被告你活该。我以前也很难想象，真的会有人蠢到就是一直盯着看，然后会被告。但我发现真的有真的有就是如果你足够自我中心，你觉得没有人在看你，那你就会有可能做这种事。我的天，真的，想看久一点可以去看雕塑作品，真的太棒了！雕塑作品绝对让你看个够，好不好？对啊，你就去找一些什么肌肉线条都给你看了，好不好？对啊，就是就明讲，就是凝视，就是拿来给你看的，你就给你看，对，不要看人，对，就给你看，对，去看作品，谢谢。看作品，真的雕刻作品供各位欣赏，好不好？对，我觉得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跟那叫什么呢？穿衣自由也是有一点关联啦，就是人家想穿是因为他想穿。不是因为他要叫你看他的某些地方，没错，没有啊，你就光是盯着人家的脸就已经很让人不舒服了，就是更何况你乱盯一些其他地方，真的，对呀，真的 ，OK，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有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的自由，然后他穿什么衣服不代表你可以盯着他哪里看，这是两回事，所以真的，对啊，所以就好了就好了，我要学走这一句，真的好了就好了，好，那我们继续 ，OK， 好，下一个，我有把它贴在我们的聊天室，那个问题还蛮多段的。如果一个女性创作者基于自己的女同性恋或是双性恋的性向来创作，可能其他女性的性感色情内容嘛，或者是包含自己的自拍照，然后公开在网络上，然后吸引到的
粉丝除了女性之外，也吸引到了男性。那它是不是一种剥削同胞、性化女性、出卖自己的肉体？好困难的问题。等一下，我理解一下哦。等一下啊、是不是一种剥削的同胞、性化女性、出卖自己的肉体？剥削的同胞、性化女性，我觉得要看这创作者的意图怎么说？因为假设他今天就只是基于自己喜欢上传自己的自拍，我觉得今天的我就是特别漂亮。他如果是基于欣赏或是记录生活，如果他是以这个观点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不能说他剥削了甚至性化了女性，因为这就是他自己啊，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选择，他想做这件事情。对，那你说他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吸引到了跟他性向相同或者是性向不同甚至是不同性别的人过来，那他们的脑袋里装什么，我相信这位创作者不会知道。的确。对，就是很像就像刚刚讲的南宁这件事情，假设今天我创作的意图就非常明显的就是我就是要让大家有这样子的，无论是性幻想也好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也好，我如果非常明显的就是我就是要创作这样子的作品，那这个作品可能就是可以被说是有这样子的意图。可是假设我今天就只是画一只企鹅或者是画一面墙，然后你们说我这样是有任何意图的话，我会想要先请你们去看医生。你说你要对着一面空白的墙，然后去想象一些什么我无法想象到的东西，那我只能说，要么就是你天马行空，你很厉害，脑子里面装一堆东西；要么就是你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黄色的。你看着一面墙，你也可以想到其他东西。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不是你，我跟你不一样。你甚至不能叫他面壁思过，还会太开心。对，我觉得你说有道理耶。对吧？因为假设我今天是女同志好了，然后我今天就觉得 Oh my god， 我今天真的超美，我就是想要上传记录我的生活。假设我今天是为了交友，我可能会在 Threads 上面 po 到女同楼，就是 po 上去跟大家说哦，我想要跟大家交朋友。那如果大家就是光看我今天的穿着或者是我的长相就开始有另外一种意图的话，那我会说你的脑子有问题，因为我不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假设你今天看到我，然后你觉得我很漂亮，然后你想跟我交朋友，那当然可以，那就代表我们两个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假设你今天就是带着另外一个意图，另外一种企图来靠近我或接近我的话，你被我发现，你就会被我骂。合理，本来就有权利嘛。对，因为我没有这个意思。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很像是那一种你在网络上创作同人，你就不应该丢到他们本人面前。就假设我今天，对不起，我没有创作哈，我没有创作。骂到观众没有啦，没事，我 OK。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假设偶像本人不喜欢好了，对，我喜欢。偶像本人不喜欢，或者是偶像他们自己没有到很能接受，即便他今天没有讲出来，或是没有明说，但他假设今天就已经有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说，哦，我不接受，或是我不喜欢，但你们硬要创作可以，但请在台面下做，你不要丢到台面上来，然后还硬要我去对于你的作品给你一点意见或是建议，这就是伤害啦。就是骚扰了，完全就是。对啊，这就是骚扰了。这跟传某种照片有什么差别呢？对，我已经表示我不喜欢了。没错。对，就像某一种照片有什么差别？没错。对啊。对，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
嗯，如果你说这样子算剥削或者是物化、性化女性嘛，其实我没有，我不觉得，就是完完全全从别人的角度看这件事情，或者是我自己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就是双面的事啊。嗯，哦，好，我来朗读一下这个伊藤绿茶补充的，然后我等一下再加上我的想法。他说常常会有一些大尺度 coser 或是网黄会传一些比较性感的作品，然后自己是有自信，然后不反感的，但是对于一些女权主义者来说，会觉得是一种剥削。然后好像确实有听过这种论述，说就是父权社会给你这样子的，让你不自觉的想要做这个选择。对，好像有听过这个说法。我觉得的确有可能有些人是不自觉的去迎合，就是父权社会下的符合男性审美的审美。对，的确可能有不自觉，但我觉得会出来当网黄的话，好像可以相信他们是自己想好做决定的。没错。对，我觉得如果他是自己想好做出这个选择的话，那就要尊重他的选择啊，他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没错。没错。我之前有听过朋友，就是那时候他在跟我聊天，然后他就有说他曾经认识的一个女生，她现在正在做八大行业，然后他觉得这个女生很堕落。我第一次听到的想法，完全就是你在讲什么？大红旗 red flag， 觉得这个人不行对，就是超级不行。然后就自从他那一次我跟他吃完饭之后，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络了。我不行，我也超不行。什么叫堕落？对啊，那你是多清高啊？对啊，这是我的选择哎！我今天就算拿我的身体去赚钱，也不干你的事情。我说赚你的钱哦。对，没错。对啊，是自己选择的。是对啊，是我有欠你啊，安怎啊？凭什么你来管我啊？对啊，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说这个女生很堕落才去做八大。我想说啊，你现在在外面当无业游民就比较好，是不是？不是在那边讲话喷屎恶心别人是有比较清高吗？对呀，要不要看看你自己什么嘴脸啊？讲别人八大堕落，你才堕落。就有些人就是硬要骂他就是硬要骂但他其实根本没有认真想过。我第一次听到，我真的觉得对，真的，他超级想要我就是附和他，你知道吗？但我想说，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是他的选择啊，你干嘛管？对啊，哇，你还教育他，天哪，他要付你学费，我就是泼他冷水啊，该，我觉得该。对啊，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做决定的，你都已经成年了。你今天不是说10岁就被卖出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是说18岁刚成年就被你的家长抓去红楼卖掉还是什么的，你是有能力，你是有自己的想法，你有自己有办法去决定你要不要做。对啊，而不是被迫的，那就是他选择的生活啊，你管他干嘛啊？当下听到就想到哈，你是在讲啥？不是，人家也是努力赚钱。我觉得堕落就是不努力，然后就是浑浑噩噩才叫堕落。那跟那个应该差蛮多的。对啊，而且我自己，我跟我家人也有讨论过，我们两个那时候不知道是突然讲到什么，反正就讲到类似很缺钱的事情吧。然后我跟我家人就想说，如果我们的身材再好一点，长得再漂亮一点的话，我也可以去做八大啊。对啊，就是你有选择啊，你有选择啊。对呀，我靠我自己赚钱哪里不对？没错，真的，我也觉得你人很好因为我也是懒得教育人家，我就不理他。你已经很好了。没有，因为当下也是你知道，餐点也刚点，然后东西都还没来，我总不能真的拍桌就走吧？好吧，也不好，对呀，我东西都还没来，我还没吃过，对啊，很亏耶。的确。亏死了，我才不要。合理，他不值得你少吃一个好吃的。没错，那个蛋糕要吃。
有人想问我们有没有什么 NG 的粉丝创作题材NG 哦，不要在我身上画虫都可以。你是有提供大家 R18 hashtag 的吗？哦，有，不要而且这虫R18 hashtag 还是观众们一起想的。我因为我用不到，所以我没有记你的 R18 hashtag 叫什么，我看一下。他叫哦，好，没事，好，大家自己去看。好，OK。等一下，我的是什么？哦，我想起来，好，我也想起来，大家自己看，超好笑。我没有什么R18G 可以哦。R18G 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就是会流血或是断手断脚。我说的脚包含头上的脚。哈？头上的脚？我头上有脚，大家都想对他出手。对，不行。OK， 哇，那你就是经典的那种最常见的，就是 R18可以 ，R18G 不行，因为好像虫也会被分在这个范围内，虽然有点歧视，真的啊，但是在我心中，我把它分在那个范围内。不行啊，因为我超级讨厌虫。我也是哦，我是怕到只要有观众在我聊天室里面跟我提到虫，我就会叫我 mod 把它 ban 掉。天哪！我的讨厌程度是这样哦，什么虫都不行。对。所以出现男生你 OK？男生 OK 啊。好，我要唐突的。你先。今天就有人要去伪梦图，我也可以哦。OK， 问到我想问。不是你要让我知道，我也想看。真的，好像很多 V 都想看自己的色图哎，就是不是？我觉得大家都我只是想看绘师笔下的我长什么样子啊，那才是重点。我不 care， 对，我根本不 care 我跟谁，好不好？意图不一样啊，对。我不 care 我跟谁啊？不能有虫是因为你没办法看，你看不了那种图。OK， 合理了。对，有虫的话就先不要，什么虫都不可以，人形的或者是虫的样子都不要，都不要。火蛇知道，一个英文语系的有一位 VTuber 就是吃了这件事情吗？我好像知道，但其实虫类的好像本来就不少。我当初因为朋友有转发，就是有转贴他的推特到那个我们的群组里面，然后一点下去，我就是直接爆炸，救命！吓死我，超可怕的。我是也有一点怕，但我慢慢学会接受了。可能因为我有一些朋友非常爱虫，我是说会养来当宠物的那种，所以我被迫就是稍微忍受度提升了。对，你很猛你很猛为了友情嘛，这没办法。对呀。哇，我还有亲戚有养蜘蛛蜘蛛还好，问题是他除了养蜘蛛，他还要养蜘蛛的饲料。那蜘蛛的饲料是什么呢？对，就是对。好，大家知道就好。我觉得养嘎的朋友对，就是虫这个话，怎么了？没有啦，有人说是在养嘎的朋友，对，是在养嘎抓的嘎，养嘎的朋友。OK， 有的养嘎。哇，我真的是无限敬佩就是你们本身不怕这件事，就让我蛮佩服的。没有啊，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小长到大会这么怕，我也是不懂。照片我还 OK， 但是在我面前飞来飞去可能不行。什么东西？或者说虫的话，如果是看虫的照片、影片，我可能还好，但是真的在我面前飞来飞去，我可能就真的不行了。Oh my god，我不行。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所谓嘎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无论是活的、死的照片、影片我都不行。通通不行。他给我的阴影实在太大了。有人说陆地上的节肢动物们你都不行。
对，就是那时候我在我自己的台面，就是我在我的台提到，就是陆地上的除了2只脚跟4只脚以外的都不行。啊。水里的话然后就还好，水里的对水里的可以，因为水里它们是食物。毕竟蛮好吃的嘛。对，哇，那假设啦，我说假设，如果我有吃过昆虫，你还愿意跟我当朋友吗？我也有吃过。为什么？你不是很怕吗？我那时候我是啊，可是我记得是小学吧？什么？小学吗？好像是小学，有朋友，就是班上有人去，我忘记哪个国家，然后他就带了虫虫零食回来，然后分给班上大家吃。可是我吃的是那种，就是他看不出来，他完全看不出来是虫。你跟我说它是什么，我才叫哦。来不及了。是吃了蚕蛹吗？忘记了，好像是壳吧，还是什么的。OK， 忘记，我真的忘记了。对他，但他完全看不出来他是，所以我就吃了。然后朋友才跟我说，那个是虫啊，我就他一定是故意你吃完才跟你讲。OK。所以包含奶油飞飞也不行，我想是 butterfly 吧，蝴蝶你也不行啊。我不行，我觉得蝴蝶近看有一点恐怖你看吗？是不是怕虫的人就懂？近看其实有一点恐怖。对吧？怕虫的人就会懂，真的。对。如果这是它的另外一种，就是有人说蚕宝宝会变成那个嘛蛾嘛，蛾我也不行。蛾我也不行。蛾我也不行。虽然小时候我曾经有在路上，真的好。小时候不是会强迫每个人要养吗？我们学校没有。幸好，还好，赚到了，赚到了，活下来了，吓死我！我以前有在，就是也不是以前，就是最近就已经出社会上班了，然后走在路上，然后看到一只蝴蝶飞从我这边跑过来，飞过来，我一直会就是我是会往后退的人我觉得合理。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略过它，你知道吗？我是会绕路的人，就是他可能就是在这边飞，然后我是会绕路的人，我不是会走过他的人。就是我不懂，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差别。我知道，你必须离他远一点。对，我必须离他远一点，就算我那个红绿灯已经快要没有秒数了，我也没关系。让他。对，这条路就给你走，我走别的地方。OK， 哇，我们好像都没什么转到转盘我们还是转一下好了。好，转一下。我们上次有回答完问题，对不对？绿茶的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应该有回答完了吧？对，NG 的粉丝创作题材，莫非 NG 的就是虫，然后我们都不能见血，对，就这样。对。我的话就是再宣导一次，你要凑 CP 可以，但是要经过对方同意，然后跟火扫以外的都不是正史，但你们可以画，我没差。好，就这样。OK。好，那我们来转一转，不然真的是没什么进度，好好笑。没什么进度，看，Speed run。哇，我们太投缘了，都会聊比较久，只好之后有机会再来。好啊，那有什么问题？来，怎么样可以交到另一半？我要爆料，我本来写的很那个啦，我本来是写怎样能交到女朋友啦，但我觉得太针对了，就很像针对某一些会问这个问题的群体，我们还是改了一下。超好笑，好呛哦，超好笑。我那时候看到题目，我就问说，你非要改成另外一半吗？因为搞不好也有女性也想问这个问题。对，因为刚火蛇跟我讲说，他就是想要借这个理由。我就是在针对，超好笑的。对不起，我就是嘴臭。
怎么交到另外一半哦？我觉得这问题问我好像不然先问我好了。好。那请问火神要怎么样交到另外一半呢？毕竟我有公开的另一半呢。那是我来教大家。首先你要穿女装。没有啦，没有啦。不过我好像我跟他讲过吗？我不确定但是我会认识火嫂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我不要讲那个活动好了，反正就是我少讲一点。反正因为我穿女装去了某个场合，然后他就觉得我比较好接近，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觉得我好像比较好接近，所以我们才认识。所以如果我没穿女装的话，我是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可能就根本不会跟我讲话。对，所以你们先穿再说。可是最近有在烧这个话题耶。什么话题？这也能烧？就是我不是跨性别呢，我觉得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最近有一个话题是这个嘛。算吗？就是有人说是女性对，就是穿女装，或者是用女生的形象直播，然后利用这个身份去靠近女性。我觉得那个意图性很明显。不过我当初穿女装是因为我想穿，但那个是认识火嫂是意料外的事。口头跨性那种嘛，听起来很凶，但我觉得对。有一些人就是会，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有一些人很明显不是真的跨性别，他只是想要有一个借口去接近女生。我觉得有判断力的人应该是判断得出来。有判断力的人要对，要很认真的去筛选你身边的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对啊，前阵子有看到嘛，就是有人就是用女性形象在网络上活动嘛，然后就后来发现就不是女生。对，然后也没有一开始就主动告知之类的。对，我觉得对，就等下我打个喷嚏。好。因为没有要发福利，所以我 mute 掉了哈。我想一下伊藤绿茶的延伸，回到男生该有男生样子，女生该有女生样子，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不一样有一些人想要成为女性的，就是他希望是好，我就讲我穿女装是因为我想穿，不是因为我想要借机接近女性。然后我觉得虽然其实我还穿过蛮多次的，然后我举一次例子，有一次是我穿女装去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大学的体育课，是有氧舞蹈。然后我穿女装就会有女生就会跟我聊天，然后就是会说你怎么穿这样，然后就好像就是也会夸，就是也是会有礼貌的夸一下。真的有没有真的觉得好看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会有夸这样子。对啊，我就知道那个不是人家就是单纯的以朋友的角度，或是单纯就觉得哇你好像蛮酷的，跟你聊聊天。那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去比如说什么大家都是姐妹，然后偷搂一下肩膀啥小的，不会啊。对啊，对，我觉得就是很有判断力的人会知道的。对，没错。对，我觉得这跟男生该有男生的样子是两回事。对。我之前有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我不确定算他反串还是他就只是想恶心这类群体的人。他就说很多男生会假装自己是 gay， 然后去接触女性们。我是没遇过啦，我是不太对，没有我没有接触过。是国外的影片啊，对，国外的影片。然后我当下看到的第一个感受是有一点点，应该不是全部都这样吧？但是也许有，对，也许有，对。我的想法比较像是，我知道你们可能只是开玩笑，但我相信有部分的人会因为这件事情受伤，但也有部分的人应该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有比较有警觉性，尤其像现在这件事情，就是跨性别这个东西。应该说，跨性别这个名词现在已经被大家逐渐
熟知了，它可能带来更多的影响，或者是我会去想你到底是真的跨性别还是假的跨性别，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嘛，就像刚刚伊利讲的口头跨性，就是我说我自己是女生啊，但其实所作所为还有包含任何思想，永远都还是停留在那个你本来性别的样子。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希望大家有点警觉心吧。我觉得，尤其已经看过太多那种真人真事发生，就是男性进到女性的，无论是游泳池的换衣间还是什么的，然后他还是称自己是女性。对，然后就觉得啊，我相信在你先。好，我相信在任何就是这样子的文化转变过程，一定是还有很多要努力的，但请大家给彼此一点空间。我真的觉得太危险，而且太可怕了。感觉再聊下去会变成那个关于免术换证的议题。真的觉得任何的新概念，比较进步的新概念，或者是新科技也好，就是一定都会被某些人拿来做坏事，所以这有点像是无法避免的。可是，就还是真的会有因为这些新概念，也不一定是新概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知识的普及，因此而受惠的群体一定也是有。那一定有对啊，就我也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大家还是要稍微提防一下啦。对啊，就像因为我自己觉得就像我们自己女性跟女性交友，男性跟男性交友，或是男女之间交友，一定都还是会有潜在的危险在身边啦。没错。对你真的不能完完全全相信你的朋友们。你知道我有点恐男吗？你有恐其实我也是好唐突，因为我被男生性骚扰过，所以我有一点恐男。我觉得是情有可原。我有被男生性骚扰过，超可怕的。哇，我们很有共同点。真的因为怎么讲啊，就觉得今天是可以骂人的吗？对啊，不是，本来就是来骂人的。主要目的就是骂人。我就觉得拜托你们男生脑子长满了长齐全那个那叫什么海马体吗？海马回还是什么？海马回前额叶前额叶拜托长全了再来跟我讲话好不好啊？好，不要一次真的是没有啦我觉得我有长全，我觉得我有。那就没问题了嘛。我就说你是有智慧的人。太好了。这拜托男生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真的拜托，你们买看一下自己谁有什么看好不？也不是长得好看就可以为所欲为啦，但是就是对，真的真的没有在什么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没有，都是，好不好？你恶心就是性骚扰，好不好？的确。我管你今天到底是长得多好看，恶心就是性骚扰，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好不好？恶心就是性骚扰。太好了，我们有 take away， 有那个本日重点。好，结果没回答到问题，怎样能交到？完全没有回答到。没有啊，我觉得为了交而交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跟对其他人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吗？我觉得为了交而交很常就是我不知道啊，当然也没有说一定不行，可是我觉得你要想的是，因为毕竟是两个人的关系，不是你拥有了对方，是你们应该是对等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在追寻一段关系的时候只看到你想要什么，不是你想要交就要出现一个人可以被你拥有，好像不是这样。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模式就还是你要先有你自己吧，你要先有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然后你才呈现一个真正的你去认识
去认识到可能会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的人，这样可能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带着为了交而交的目的去想怎么交到另一半，好像就已经错了。真的我是这样想。我自己比较偏向，如果真的是为了对啊，就像何哲讲，如果为了交而交而去找对象的话，那个意图真的太明显了。我跟你讲，有意识的人都会离你远，就是好不好？离你10万8千里远，你想遇都遇不到，真的。对。而且我觉得比较，如果是要问怎么样可以交到另一半哦，老实说，我没有被，我没有，我之前有在台上，就是在我自己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如果我去告白的人，我都是笃定了对方不会喜欢我才告白的。对，我就笃定了对方不会喜欢。啊，万一这边应该可以，对，可以再跟大家讲一次，就是我曾经在是国中的故事已经讲过 N 百遍，还再继续再讲一次。就是我国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她有喜欢的人了，她有喜欢的人，然后她喜欢的人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我就夹在他们2个人中间，然后我就是听着我喜欢的女生对她喜欢的，怎么讲啊？这超级乱，大家要仔细听哦。我喜欢的人对他喜欢的人说了什么，然后他喜欢的人那个女生就会再跑来跟我说，我喜欢的人跟他说了什么。你知道，就是有一种，对，就是有一种我在暗恋，但没有人知道的那种痛苦的心情。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觉得我的国中超级像一本小说，这完全就是漫画可以出现的。而且我对那个女生，我自己觉得我对那个女生应该是一见钟情。Oh no！ 就是她跟我的名字里面，其中有一个字像一样的，我们2个是一样的字。哎呦！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天哪，好，就是有一种觉得这个人很特别的感觉，因为他很安静，也不讲话，然后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然后是直到我在国2的时候，校园霸凌发生在我身上，然后他那个我的那个女生，就是我喜欢的人，她在午休的时候，我不确定她什么时候就在那边，但是我是在被午休的时候是找出去的。可是大家都知道嘛，国中的时候午休你应该要在教室里面睡觉才是对的。可是我就是被抓去校园霸凌，但不是打也不是骂，反正就是也没有被攻击，但就是被围在一群人中间。然后午休结束的那个钟一打，我那个喜欢的女生就把人群拨开，然后直接把我从中间抓离开。好帅！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就是天哪，这是我漫画，完全不能怪我喜欢他，百合漫就该出现的东西耶。Oh my god！ 不能怪我喜欢他，真的超夸张。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现在就是国中那3年，就是暗恋他到我们要毕业前，我才跟他告白。然后我是跟他讲说，我喜欢你，但我知道你不会喜欢我，所以没有关系。那你们还是朋友吗？之后也就很少联络了耶，因为我几乎没有再跟因为我说实话我没有跟我的很多同学有联络啦，所以断掉他也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整个国中我应该很少再跟其他国中同学有联络了，包含他也是。但是我们俩，就是我喜欢他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朋友知道，我的一个朋友知道。然后我的那个朋友，他在国3的时候交了一个校外的女友，然后我朋友也是女生，然后他们2个知道我喜欢的人，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在毕业典礼上面就一直拱我过去跟他讲话，就是你过去跟他讲话啊。对，他就说你过去跟他讲话，搭个话也好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好了，不要吵了啦。然后我就跑过去跟他讲话，对，然后就是到毕业前吧，他还有写一封手写信给我，
就是我们两个有互相交换手写信这样。可是，那我觉得喜欢要怎么交到另外一半，我自己不太有经验。但如果你要说，就是我是喜欢暗恋人的这个感觉，我懂，而不是对，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把关系确定了、明确了之后，会有一点点压力。但假设我今天只是抱着我喜欢你的心情，或者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暧昧，或者是又不太确定的关系，他可能比较喜欢这样子。我可能是偏向这种，就是关系确定了会有一点点压力，但这个压力不会是好或坏，完完全全是看你跟你的那个另外一半有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是有没有办法有一种心灵相通吗？就是不会给别人压力，然后你们两个相处如果也自在的话，可能这个关系才会是最好的。有道理。好，对，所以怎样能交到另一半？答案就是不要想这件事。对，缘分来就会来。对，不要真的跟大家讲，不要有求偶焦虑。你有求偶焦虑，你就会变得很丑陋。好直接哦！可是我觉得好处哦，是不是？我跟你讲，没错，求偶焦虑，如果你一旦被别人发现，你就会变得超级恶心。对，的确，你至少藏好，这是真的。对，你至少藏好，你不要让我发现。你藏不住，就拿你没办法。对，你如果被我发现你有求偶焦虑，然后你是带着这个求偶焦虑来靠近我的话，我真的是会跟你 say 拜拜。我觉得这个不论性别哦，就真的。对，这个不论性别哦，对，没错。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性别，就是在这边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人是没有绝对的异性恋或双性恋，或是同性恋，没有人有绝对，你只有偏向多异性或是多同性，但你不会是绝对。对，所以我都在台上，跟大家讲说，我知道我的前任是男生啊，但我不确定未来有没有女生啊。本来就是。对啊，我本来就是啊，我超级开放，男生女生我都可以哦。在意性别的啦，有一些人就是连男生女生的概念都可以舍弃。没错，就是就算你今天是两个同性，他也不会觉得可是我是比较女生的那一边，那你就要当男生。没有，不要再问谁是男生了，两个就是都女生，不要再问了。都是真的，不要问了，没有问说你谁是男生？没有，就跟你说叫同性恋了，都女的，就跟你说叫同性恋了，对呀，不会看字都女的，骂人好爽哦。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来骂人的，真的耶，好快乐哦，好快乐哦。好啊，再来转，再来骂，转，太好了。好正向哦，怎么那么正向？我的天！分享一个最近觉得很幸运的经验。最近很幸运的经验很小的事哎。可以啊，我觉得很小的有时候也能带来很大的好正能量。反正有时候小事也是蛮让人开心的。我觉得幸运的事情就是一到公车站，公车就来啊。这很幸运呢。超级是不是？超级幸运。要么就是上公车的时候下大雨，下车的时候没雨。你看，超级幸运的。那我觉得我的还好哎。好啦，我的也不错。就是你说，因为我的电脑的那个硬碟里面影片装了很多影片，是什么影片呢？没有啦，街访录影的影片啦。对，然后就是占掉很多记忆体，我有点困扰。但是我最近在那个房间里面捡到一颗被我遗忘很久的那个一颗硬碟，就是插的，对，我就可以把很多用不到的档案。又不想删的就直接搬过去，我现在多了100G，好赞哦！好棒啊！超幸运的，快乐，真的快乐，谢谢过去的超幸运，谢谢过去的我留给我的礼物。会耶，会捡到哎！我这时候可以偷错吗？请，这时候可以偷错吗？来，捡到100块也是小幸运啊！
这是什么梗吗？我不知道伊里知道吗？什么？这是什么？啊，不是伊里，火蛇知道吗？这是什么？我要找，这个是。这个曾经有被爆成那个不是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啦，火蛇啦，对不起啦，我在靠腰。这个曾经有被爆成报道什么？谁捡到100块？什么东西？啊，200块，200块！我错过了什么？超爽的，捡到100块嘞！不是那个啦，应该不是吧？应该不是迷因齁。等一下哦。我只知道可能有些人期待捡到1万块啦。啊，新闻是衣服口袋捡到200，这个有什么好报新闻的？对，这也可以当新闻。就是有人把它写成新闻了。我记得之前也有那个新闻是什么某某总统看了一眼手表，就这样。对，我讲完了。我想这是怎样？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超级奇怪，就完全不懂为什么可以。但对，有人讲到了，就是衣服里面捡到200块，然后那个就被写成新闻了，然后就有人说，你倒是已经就是感觉是你赚很多钱，人在那边幸运小幸运200块这样，被骂死。对啊，他还把它传到网络上给大家看，不要占用那个空间好不好？不要浪费记忆体存这种垃圾好不好？这是网络垃圾超好笑的。有够靠腰的。太好了，超好笑。但我们分享我们的幸运经验，是不是也是会用 YouTube 影片的形式存在于网络上？我刚刚有没有骂到自己？没有吧？因为大家没有预期我们是新闻台。对，没错，而且我们不是名人啊，我们就是只是小平凡百姓。对，我们只是。可是人家是大明星有道理耶，对不对？然后衣服捡到200块，有什么还好开心的？捡到200万才要开心啊！你的口气好厉害。什么2023年有一篇新闻报他捡到200块10周年是怎样？这好好笑哦！超怪，真的超怪的。我想说，拜托报一点有用的东西好不好？例如他们全家注销台湾。你可以骂，你可以骂。我本来就觉得会变成这样，我很期待。不要！这是你的台，你的台不可以，你的台不可以。好吧。什么没有啊，就很期待你会开骂。好，那我要讲。好，请说。如果是他们全家注销台湾身份证的话，我会比较开心啊。我觉得这比较有值得报的意义啦。例如比较有对啊，注销台湾国籍，如果是报他们全家注销台湾国籍，我真的是一定会转发到我各个的社群平台，好不好？我知道，我也觉得你会转呢。共享。我也觉得你会转。好，我一定会大肆宣传对，可以开那个。可惜他们现在全家还没有人敢做事情，真的太可惜了。对啊，敢不敢啊？敢不敢？敢不敢？真的敢不敢？我就问你，不要生小孩了才要带回台湾生，或是什么要看病了才回来？对啊，要看病了才回来，回什么回？真是够了！回你家祖国啦，回！真的，真的哎。好，那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最后一题好了。好啊。好，这是我刚刚转到的。你有没有听过“女权自助餐”这个词啊？哇，这我们刚刚好像有多多少少聊到。好像有。女权自助餐哦，我觉得这就是诚实一点，就是男性不爽女性现在有这个意识抬头才给的名词啊。对啊。我怎么就没有听过人家说父权自助餐？
哦，真的，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父权自助餐啊，的确，对吧？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啊，如果真的有父权自助餐，那就代表以前都是女性威权的时代嘛。男性就是完全被打压，所以现在才会有你的这个意识抬头了，然后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有父权，你才会把父权长成父权自助餐啊。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倒过来啊。以前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女性主义抬头之后，你们才会讲女权自助餐。不然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个词。你们也不会自己觉得自己被亏，你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亏到或是被亏啊。因为你们根本不 care 嘛。可是现在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代表曾经你觉得自己应该要拥有的，现在已经不再是随意随处可得了。你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削了，你会觉得自己的权利被收走了，或者是以前愿意听你的话，现在不想听了。那就是因为本来就不应该听你的话，只是现在我们有意识到不用听。对对，没错。所以会有人觉得女权自助餐，那就是因为你活在男权时代太久啦。我觉得三次方举的例子跟你说的蛮接近的，就是现在女性争取的权益可能是男性一直把脚踩在人家脖子上，只是要你把脚拿开，然后你就在那边讲说为什么我脚不能放这？对，没错，就是你们现在就是无限上纲，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女生，不然你们就做啊。我们现在只是要求平等，不是要你们低的跟我们当初一样。搞清楚。这是搞清楚，我没有让你裹小脚哦，先生。你要不要听听看你讲什么？什么叫女权自助餐？我比较知道这个词的时候，最开始应该是拿来讲，就是有一些人他同时想要父权框架的红利，同时又想要就是比较不那么父权的情况下的红利，才会被这样讲。可是我觉得这个词现在真的被误用到，你只要讲任何一点就是抵抗现有的父权框架的东西，都会被这样讲，会觉得还是先长一下前额叶再来跟我们聊天好了。真的。对啊，就很像很像三次方讲的一样啊。我只是请你把脚拿开，你就说凭什么不能放？不然你换我们角色对调看看好了，我把脚踩在你脖子上。没错。然后你还跟我说，不行，父权自助餐。我在听你哭啊！你让我踩，我在听你哭。我觉得会变成有一些另外的市场，但应该不是你原本想要的。OK， 不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的地图炮，我觉得台 V 观众很多都喜欢这一位，为什么啊？也会有人叫我，还没有人叫我踩他，但是会有人叫我骂他。我想说是怎样？会有人叫我踩他，然后我也是不懂为什么要踩。那我很好奇，你都会怎么处理？因为这并非你的本意嘛。你要我踩我就踩啊！我就跟大家说过啊，你们来我的台，我知道你要看什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我会给你。好 free 啊！但除了我这个平台，你们就不能这样子要求我。有道理。哇，对，就像我现在已经有观众会在我的平台喊我婆，他说莫非老婆，莫非老婆，我就说晚安。或者他们跟我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也会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我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会给你。对，但你出了这个平台，你就不能这样要求我。我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们出来当算是表演者，我们就是来做生意的，所以。对啊，所以你要说，就是他可能不喜欢踩人啦，但是为了观众可以演出，对，就是对。该和你演出的我，视而不见，救命！你直接把杂谈变成 KTV 了，太强了！太好了，有人愿意接歌，太好了，太好了。好，那
想问莫非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我这边哦，对啊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刚刚好，而且小目标刚刚过，所以没有。好，但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这边有加减班的转盘活动到8月底，8月底之后这个转盘的活动就会结束，然后我就会持续把我的加班时间开完。哦，了解。好，离8月底还有一点日子，大家想要迫害的可以趁现在哦。欢迎大家。好，那我这边好好像没有太多要宣传的耶，就是我这礼拜先老实讲有点累，所以我就开比较少。对，就没有啦。但我看到蛮多联动，今天是联，这周是联动，这周都是联动，对不对？对，我觉得联动反而有时候也蛮怎么讲呢？心情上会有转换啦，就是跟别人聊天跟自己开台的感觉还蛮不一样的。对啊，就多转换一下心情，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聊天聊一聊，就觉得得到很多东西，就会蛮快乐的。没错，或是一起痛骂，蛮疗愈的，真的。欢迎下次再找我一起痛骂。好一定，今天转的没有很多，我们之后一定再来一次。好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好，我又蹭到了。那好诶，我没什么好宣传的，就是下次开台是礼拜3晚上8点，会跟西洛哈内直木吉，他的名字是日语，但是他是台湾虎，我会跟他联动，我会跟他聊天。对，耶，就这样。感谢火蛇的邀请，希望期待下次。好，没错，期待下次。那就来跟大家说拜拜咯。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好像这个时间没什么好降落的，大家都睡了，那就直接关台好。看一下哦。有。好，那好，我还是飞一下，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啦。好，大家再见。大家晚安，好好休息。